嗱，有一個企業家咧，我係特別欣賞嘅，嗰個就係古老闆古天樂啦。嗱，我今次咧係呼籲咧救古天樂計劃啊！佢今年咧已經拍咗9套電影㗎啦。咁好啦，咁而家嚟緊咧12月31號咧就會上呢個《尋秦記》。其實佢係2019年咧就已經完成咗啦。好啦，即係講緊6年嘅光景，3.5億。如果你擺定期，如果當佢有4厘或者3厘咁上下，咁你其實講緊嘅利息收入咧已經係過千萬。咁所以你其實拍電影係你真係好有心，然之後先至會走去做呢件事。我而家係呼籲咧，馬來西亞嘅朋友又好，香港嘅朋友又好，國內嘅朋友都好，唔該真係幫襯下呢套戲，好睇與唔好睇我哋未知啦，咁我相信應該都唔會太差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哋係呼籲救古老闆計劃啊！點解咧？因為咧，其實咧，我有幾個朋友咧，其實都係喺呢個天下一嗰度工作。第一又要出好多嘅糧啦，後製公司養好多人啦，佢旗下亦都有好多嘅演員啦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咧，佢而家咧嗰個成本啊、負擔啊，都係十分之大。我哋作為咧嚟自世界各地嘅華人咧，都一齊撐一撐呢套戲。嗱，我冇收錢嘅，因為我都冇資格去收啦，係咪？咁但係真係嘅，我欣賞阿古天樂真係好用心，因為我自己本身都好中意電影，佢好俾心機去拍戲。其實咧，佢今年咧好多套電影都係輸錢，包括觸電啊、不赦之罪啊、惡行之外啊，呢啲都係輸緊錢嘅。好啦，嚟緊12月31號《尋秦記》，我哋幫手一齊撐下古天樂，讓我哋咧香港更加多電影出啦，大佬！如果古天樂都倒台咧，我真係都唔知點算啊，係嘛？香港又冇戲睇啊，咁啊整個娛樂圈咧，其實都係會大地震。好啦，你以為咧之前《明日戰記》咧係賺錢，其實我話俾你聽都係輸錢嘅，甚至係之前嗰度九龍城寨咧，其實咧係冇錢賺。咁我哋無論香港又好，馬來西亞都好，我哋都有個情意結，即係對於《尋秦記》啊，之前我哋都睇過佢套電視劇，所以都會總會有情意結嘅。所以我哋齊撐，好唔好？我係商道嘅 James，加油！